陳嘉星司徒折子戲專場，現在開始。有請今日大會司儀鄧子峰先生。尊敬嘅各位領導、各位來賓、親愛嘅戲迷之音們，大家下午好！歡迎嚟到廣州江南大戲院，共同見證潘國榮、陳嘉星司徒折子戲專場嘅華彩盛況。我係今日嘅主持鄧子峰。粵韻流芳，薪火承傳，師徒同台，藝物相連。今日我哋歡聚一堂，唔單止係為咗欣賞呢場粵劇嘅盛宴，仲係為咗感受嗰份深藏於唱做念打之中嘅師徒情義同埋傳承力量。本場演出嘅統籌策劃潘國榮老師係粵港澳之音嘅粵劇文武生，著名表演藝術家，全球戲曲推廣導師。更加可貴嘅係潘老師深懷傳承大任，多年嚟春風化雨，誨人不倦。今晚嘅專場唔單止係潘老師以戲育人、以藝傳身嘅成果展示，仲係一場師徒接力、薪火相傳嘅嶺南戲曲盛典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今晚嘅演出馬上開始。首先登場嘅係本場嘅點題之作，一個係粵劇紅伶、全球戲曲推廣導師潘國榮老師，一個係佢嘅得意弟子，著名粵劇文武生演員陳嘉星老師。師徒二人將會聯合演繹潘國榮老師嘅原創《春風化雨》。呢出戲係默契合作嘅典範，更加係意味住粵劇藝術如春風化雨，潤物無聲，代代相傳。掌聲有請潘國榮、陳嘉星兩位老師。情雲盡而煙
瀟灑，問何處？可穿可讓戰士與人難，雲暗見天地啊！風情翻過華，此地啊，心內激未呀想我方人哋習畫6年，都係模仿悲鴻大師嘅筆法。此次遠赴京師，正欲受教於徐先生門下，可惜一腔宏願付流水，兩行珠淚濕青紗。看穿山盡那綠塔，茫茫如今破默默行深認的他，後門重鎖中閉關，南越吉他灣沙照鐵欄山，更偏無情慘淡，習題學畫6年自焚燒吧，棄了琴紅顏，遠校長門若似風千尺，只為學為尋立難，無話奈何，原話叫賣，丹青換銅板，叫話聲聲彩墨關城淚血斑。賣畫賣畫，似若再問了，
力熟練確非凡，點彩細緻合心間，有神玉字迎順畫出舊內涵，倘得奮發甚咩操？言之豪，永尋溪澗。
迎神同劍咩並，疾隨有道，似不還。你不發情深，令人迷。望眼輕勾，重夜沒，在方寸之間，竟易交用，確實是也非凡。為何不求我思心躁？他日勇登聖殿之世道空間啊，空嗟他，事事多無奈。你把書話我非一斷不一自發，他朝風光無瑕，今朝真真已還，一行月花一行閒，大門似山崖，非千里也是失群啊！依留人代罵，風急難拋拿，六載心血，一朝散，熱情去不華。此分經是我經城下，此處便是國家美術學院，正當招生之期。你有如此天賦，又何不前去報考？
情門立説，都未曾面見說，便明已落雪山呢。想我隨悲紅，身為美願知一轉，若不秉公立法言，怎為師範呢？我此一生以育英才為己任，隱埋寶石於泥野潭。凡你積夕揮毫，為一幅駿馬狂奔，寄前程燦爛。好啊！從容展笑顏，下不輕漸散。滿腔思緒似玉堂難，人心間。遙見白雲環，綠葱心湛湛。駿馬高聲喊，聲若回環，疾走經關。騰雲駕步，提特遍威猛，盡趁春風勇飛奔，才華顯眼。靈燈絕那定，任中嘅橫。你就係徐悲鴻院長啊？我就係徐悲鴻啊！